双臂第十，调节锻炼身体强。加行一里无艰难，背12架行出幽谷，歇伫溪水草埔真喜乐。第20，轻看物质重灵性，朴素生活无厌战，知足阁好气人清爽，学有圣道境界真丰盛。第30，身份地位无关系，谦卑受教无客气，成就甲产业何必提，属天圣洁温柔真光荣。事项过程有把握，配搭合作无了工，资源甲知识勤收集，管理先后紧慢真快活。